浪漫勇士五擒遨遊氣泡，羅富全經典杯抵出爆紫荊盛世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賽後情書。先講浪漫勇士，以今日咁嘅表現，你敢相信浪漫勇士已經係8歲？今日贏埋長途3冠嘅次關，生涯5擒遨遊氣泡，亦都贏出咗佢第13場嘅1級賽頭馬。不論賽前點樣風聲四起，潘頓又話氣泡2000米見真章，又話上次跑得差可以抹咗佢，試閘又贏又勝咁。但係講到尾，比賽就係用實力說話。賽前講幾多嘢，真正落場比賽贏唔到，講咩都冇用。不過睇翻呢場比賽，其實都好搞笑。賽前想過無數個可能，就係冇諗到今場美麗同享出閘咁快，仲要去放頭。同埋你睇翻起步天象龍區都 sharp 醒咗好多，而至於竹園好明顯就係立心留後，諗住鬥最後嗰幾百米。而另一樣奇怪嘅地方就係點解遨遊氣泡唔放呢？就算出閘冇耐，俾麥道朗隻浪漫勇士頂咗一陣，但係點解潘頓都係要捉翻住隻馬，唔俾隻馬走上前多幾步呢？佢邊度嚟嘅自信會覺得氣泡鬥後勁係可以贏到浪漫勇士？咁果不其然，入到直路，遨遊氣泡潘頓騎落去打落去完全冇反應。好多人話潘頓騎得 hea， 咁我哋潘一哥不嬲都係咁騎馬噶啦，打兩邊冇反應，再打都冇咩意思。但係你氣泡作為上年嘅3冠王，今場馬得6隻馬跑，就連竹園同埋天象龍區都追唔到，個表現就真係好失望咯。可能係前一次對神智用盡已經打到盡，賽前嗰啲咩2000米見真章又係一句笑話，竹園又係失望，平磅之下就連天象龍區你都追唔到，再一次證明佢唔係一隻長途馬。之後落翻1600，應該點都好過繼續喺2000嗰度跑。反觀浪漫勇士，輕輕一推，隻馬一加速，即刻彈甩身後嘅馬。麥道朗最尾100米已經可以望電算機，最後係輕鬆大勝4個馬位翻嚟，贏出咗生涯第13場嘅1級賽，長途3冠已經贏咗2關。如果尾關2400唔去放頭嘅話，而又冇乜惡嘅外隊馬過嚟香港，睇嚟今年又會多一隻實至名歸嘅3冠馬王。最後都係嗰句，浪漫勇士只係老咗，唔係廢咗。馬王依然都係馬王。再講呢場經典杯，今場嘅經典杯真係夠晒經典。賽前睇落去好似係幾強鼎立，小鳥天堂上一次贏經典1哩賽個姿態，好自然今場都係大熱。而另外數字天文贏完3級賽，即刻轉過嚟跑經典杯，擁躉亦都有唔少。而另外一啲好似係美麗星辰、瑞盛人生呢啲爭情，大家都有憧憬，變相一啲熱門嘅馬，全部都係起晒啲大 number 馬度。正當大家以為冠軍應該都係呢幾隻8、9不離10之際，誰不知羅富全就同你玩抵出，爆隻22倍最低分嘅紫荊盛世。咁我哋又睇下今場發生咩事。咁起步嘅時候，小鳥天堂出閘脫腳慢咗，咁基本上全程就喺留喺後邊跑。轉彎入直路想衝出去出邊衝，又俾晒冷全程封住，就算最尾湧翻幾步上嚟，都已經無力回天，最尾只係跑第8，吹咗一場嘅金槍 2.0 正式玩完，只能夠講金槍始終係金槍，而何澤堯始終都係何澤堯。而另一隻熱門數字天文，由於佢今場係排11檔嘅關係，基本上頭段都喺外邊自己走，貼唔到欄，要去到入彎前先可以貼欄自己走。唔知係因為上次用多咗力，定係冇欄真係冇命，今次翻到嚟連頭3都冇。咁所以究竟係上一次對手弱，加埋受讓咁多磅嘅關係，定係今次早段真係用多咗力，定係真係可以做個步速抵出隻紫荊盛世呢？咁呢一點就真係要羅富全先知啦。至於另外好似美麗星辰同埋瑞盛人生，美麗星辰全程就走住個3碟，直路騎落去真係唔多。我依然都係覺得佢唔係一啲咁長途嘅馬，
佢最好嘅路程應該都係1400到1600。打比去到2000，除非檔位形勢真係好好，如果唔係，美麗今年嘅打比夢好大機會會再次落空。而潘頓隻瑞盛人生更加係因為揣明包尾大敗。賽前幾多人覺得佢真情就見真章噶啦，嗱，而家真係見到啦，包尾你都可以俾解釋佢嘅，揣明搞到全程冇騎過，一入到直路就喺馬林入邊塞車，收住包尾過終點。唔知今次阿潘一哥又會有咩評價呢？就係咁，Hand Queen 馬紫荊盛世喺對手各有各甩碌嘅情況下，以歷嚟最低分爆咗個22倍嘅冷 win， 贏咗呢場經典杯。不過講開又講，其實潘一哥到而家都冇決定打比最終係會跑邊一隻。而基於今日瑞盛人生咁嘅情況，佢仲會唔會騎瑞盛人生跑包尾嗰關，都仲係未知之數。不過我都好好奇，如果佢唔揀呢一隻，仲可以揀邊隻？你哋又點睇？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。訂閱讚好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